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一段情等到最后，也是等无你回头。宁愿留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放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你的了解，谁知影已经是伤害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，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阿爸，你是在看啥？大伯，你想要住老厝？哦，你是讲大爸是毋是？毋是啦，阿爸哦，想讲要起老厝你住。阿爸即马吼，利用这块空地吼，我来甲起1层，搁1层起2层。啊，这边哦，我来甲起3层。啊，迄3层的中吼，迄间哦全互你住，好无？来宝，你看有啥物人来啊？恁叫阿妈。来，再讲伊。来宝真乖哦，来宝诶，来宝，哎呦，你是真乖哦，来宝。阿母啊！阿母，这无腿啦。哎呦，真歹势就腿诶，我都安尼哦，骹行手行，干事真两目睭无看较害啦。歹势啦，我真要来责做你了。母啊，你嘛咧讲啊，你要来住咱遮，我就上介欢喜啊！你若住咱遮，我教你后嘛，甲你照顾会着。阿母，阿爸讲吼，伊要起老仔厝哦。那想要起老仔厝？我想讲哦，利用这块空地啊啦，啊这边咱来甲起2层，啊这边哦来甲起3层。啊你啊，你看安尼好无？阿爸才个拍床。来，先开阿母入来啦。阿母来，说你的哦，啊，慢慢行。好，来。开始好，乖啊，乖。奇怪，我咧讲的话，哪拢无咧甲我信到。啊，当都啊遮尔晚，你好去困啊啦。伫台北买一间厝，唔知偌济钱。嘛唔知了，无得到吼，伫咱这庄脚的卖一架地产，去台北我想买袂到一间厝了。若叫无推甲菜园袂掉，唔知欠无？你莫妄想啊啦！啊，你敢无听伊下晡伫咧讲啥物？要去啥物老仔厝？起老仔厝，伊敢唔知了？甲你拢唔知？阿母啊！阿母啊，你哪会要对你去啊？阿母啊！推的啊，这个暗暝到伫外口，会寒着啊。行，要困啊。我的代志免你管，伊家己顾好就好啦。你巴肚内囡仔会甲我顾好啦，即马就伊甲我上界亲的人啦。来宝会听到啦，我摆摆会讲啦。听着是安怎啦？无推啊？无啊，你又来要创啊？你要甲伊做参？我是吼唔相信讲你今仔真是拢有摕出来，我要入来内面敲。你敲？好啊，入去敲啊！你入去敲啊！你讲的吼？对啊，我讲的啊，我讲你入去敲啊！我唔相信这笑嘛在笑款啊！好啊啦。
啊，你这查甫仔去倒位啦？出去行行啊。安怎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你叫我来找迄个起厝的啦，叫伊来甲咱估价价，看应该开偌济钱啦。起厝，你敢毋知调？是安怎我无知了啊？你讲的什么意思？嘛，你讲我无知了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我要起厝，你这无欢喜啥？要起厝，你家己看。啊，我钱咧？阮老母手头放互我袂少钱咧，伊即摆内面写也无半仙，啊，这寡钱摕倒位啦？问你家己啊？问我，小你伫咧记的，钱你伫咧管的，你咧问我，我咧问你讲钱款伫咧倒位啦？你的钱，你饲某饲囝敢免钱？你的开销敢免钱？家庭开销敢免钱？你的钱早就开了了啊！你讲迄个笑话？笑话讲笑话，这几年的小拢伫下坡顶，你家己袂晓看。啊，免看啦，免看啦，我田的收的啦，菜卖的啦，种植啊收成的啦，迄拢总我田的，田的遐钱甲我摕倒位啦？你的田甲园一年赚偌济，你有算过无？扣掉农药费、肥料的钱，搁一寡有诶无诶开销，你一年赚无4万块呢。这边有可能？毋是我咧刺激你，若无阿母吩咐你安怎做，你种田根本就是外行的。人好年当的切甲是咧丰收，啊你咧，你种啊败碎，人会笑你，你敢毋知影？啊，你知影你啥免甲我讲？我甲你讲，你敢袂听？啊，搁有啦，亲情50，庄仔来庄仔外，好事歹事的背对，你要缀到到。啊，尾丧事，你也毋共收背包，遐丧事开海钱是要对倒来，家己毋想看，要搁怪别人。啊好啊，莫讲啊，莫讲啊！算我衰啦，算我无才调啦。你讲，校长让你做，我厝莫去，安尼会用的咩？小姐，好，过去代志我莫讲啊。后摆你有啥物拍算，讲来听看卖。无啦，我拢总无啥物拍算啦。阮兜还阁有财产通我了咧。你甲恁囝免烦恼，讲无人食清，袂互恁了事，袂互恁多事啦。阿瑞啊，啊，但是阮翁仔某伊讲有啥物代志，两啊大细声。拄则我听阿推啊，两啊安尼生，逐句话都喊你歹听，到底是有啥物代志咧冤家啦？啥物代志啦？哈？阿无要紧啊，我调人来刺激你。叫我无才调，叫我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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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觉是安尼无来心啦。阿母，阿瑞啊，阿推的是去倒位？啊内本呢，敢若拢无看，因爸仔囝是毋是拢无要转来食？阿母，你先食啦，我来去叫你。等你有心伫哩吼，出门行路啥都较细腻的，你知无？我知啦，阿母你先食吼。啊，你较早转来，阿母等你转来斗阵食哦。好啦，我知啦。等下食饭啦。好休困啊，莫做啦。好啊啦，紧转来啦！啊，你是有心的人，你来这创啥？叫你转去食饭啊！要我家转去食啦，伊当作我三岁囡仔。我今日生气，你逐工不爱食，我烦恼啊！歹势啊，是我家己还蛮趁钱，现在一天到晚拢留你操烦。毋是你还蛮趁钱，是庄卡所在无钱通互你趁。较早你伫台北送报纸时，无半个月，你趁的都比拄顶一个月搁较济，你来还慢？也迄，你是环境逼着，迄无法度的啦。对个，若是环境所逼，是你较骨力，较拍拼。迄时阵带你离家出走，身躯顶个拢总无钱，咱无病是要食啥？为着来补，甲我巴肚一个，搁拼一摆好无？我是要去倒去病，
过来台北，好不？台北哦，唔是亲像你想讲遐尔啊好趁钱，厝税、水电拢遐尔啊贵。以前咱两个人咧，凊彩大姐讲无要紧，但即马咧，台北也大，你也要生，伊还阁有恁老母。咱若带去台北讲凊彩大姐，安尼我会用笑呢，我会无面子啊。话阁讲到大，用去台北，我也毋知要创啥。万不然我也阁找无头路，我毋得去散步纸趁苦工钱。你免烦恼啦，阮阿母的厝地要互咱妹妹摕去用咧。啥？要卖恁的厝地？我是想讲吼，用这钱会当伫台北买一间厝呢。买厝？哼，买一间便所较有影啦。爱我为你一颗心难了得，为你思应该有该行到心痛，痛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买厝？哼，买一间便所较有影啦。迄台北的厝哦是真贵呢。所以我毋才甲你参详，甲参详袂掉。安尼吼，咱就够钱通买一间厝安尼。哦，你拢计划好啊？毋是啦，我是看你这几年来一直开伫庄脚，足实际的。你也毋是无才能啊，我无爱看你安尼啦。以前是为着阿母，你才留落来。即摆为着囡仔，为着你家己，是毋是应该搁去台北趁钱咧？随在你啦，你若无欢喜，我就莫搁讲啊。先倒来食饭啦。你先回去食，我踮遮坐一下咪顿，行路爱较细。较紧来哈。骨头花，拢压伫这田，这是要安怎卖啦？小死囡仔，无你，你何人莫走手啊？小死囡仔你啊，何人莫走？你何人莫走啦？有迄个夭寿啊，老爸，就你这个夭寿啊囝啦！你搁讲一句，你搁讲一句哦！夭寿啊你，小心夭寿来吧！来吧，何人莫走啦？你搁讲一句，来，帮你车创啥？来摕石头牵金箔啦！安尼以后就袂乱讲话啊！我即摆知影啦，爱较歹啦，才无人欺负你，对毋对？你是咧讲啥？行，等下食饭。乖啦。安怎？毋食饭要做先咯？我心情歹啦，食袂落啦。囡仔人的肚这么大开，我昨昏有听阿爸咧讲，伊上气的就是你巴肚内这个啦。恁阿爸啉酒醉啦，莫听了后要讲。阿母，是安怎阿爸都唔相我？你莫讲恁老爸啦，我即要骂你咧。你啥人看到恁老爸拢喊你叫？恁爸囝拢同款啦。是啥无爱吵我的呢？我才无爱叫伊啊。后摆看到伊哦，叫阿爸叫较大声的，伊就会笑你啊。真的？阿爸无听我，嘛无差，伊听我就好啊啦。阿母，你若生一个弟弟还是妹妹，你敢搁会笑我？阿毋笑你要笑啥？你是阿婆的心肝宝贝呢。好啊，行，等下食饭。好啦。来，搁啉淡薄。你啊，你永远哪会对我遐尔好？你毋惊我啉酒醉哦？啊，你酒醉也别加人啊，我是咧惊啥？来啦，配菜啦。翠儿，我甲你讲个代志，你考虑安怎？你毋免搁讲啊啦，过高迄块田互你卖啦。阿母赢骨头迄块园啊，爱甲留咧，毋好甲叮当着啦。即间厝哦，也袂用的啦。啊，你哪有够啦？无够想办法贷款啦，我则拼来纳啦。安尼也好啦，咱先来台北拼几年啊。
等来宝大汉，赚大钱，咱才甲搬倒转来。唔茫恁囝，我唔敢想。什么咧？恁囝，啊来宝毋是咱囝哦，恁两家己拢袂亲啊？是要安怎亲啦？根本都毋是我的亲生囝，是要亲去倒位啦？莫讲啊，莫讲啊！我即马讲唔茫你巴肚来接囡仔，甲我顾好啦。啊若无，我搁安怎拼无路用啦？我。是咧生气哦？无啦，阿宝啊，咱要搬去台北安尼。真是的哦。当然真实的，阿母敢会骗你？台宝啊，你大汉以后，敢会友好阿爸甲阿母？会啦，但是我以后会友好你较多。阿巧啊，莫做啊啦！老酷酷啊，做甲死嘛共款啦！阿巧啊，哪无伫远个咧做工课？都无人啊，我也无咧起啥，啊咧甲送讲话安尼，我都无咧笑态，无伫远个，安尼一定伫厝个，一定伫厝个啊！阿巧诶！阿巧啊，来开讲啦！阿巧啊，你会记得无？我比你较早娶新妇了，嘿嘿，免歹势啦，咱拢好厝边啊！阿巧啊，你嘛唔通安尼，失礼啦！我吼较早有影做真济吼，歹心道歉。是讲我嘛有报应，我报应啦！莫怪我互阮新妇苦毒，互伊苦毒，互伊对啊！哦哟，你这小大家样呀！你真好胆呢，敢尻川啊骂皇帝！看清楚，我你新妇骨贵啊啦！转来，你别走！你是要走倒？吼！我叫你去找恁囝，你甲我走，你才起笑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今仔日若无将恁囝找回来啊，你免笑什么好无一喙问。找阮囝。嘿啦！为你一个心人了的，为你所。有应该，有该行到心痛，痛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你煮面啊？哎呀，我这头要食。无你这个，你一碗面是要煮偌久啦？来，你股票了钱，起屁味。来啦，一碗料了，佮煮了，不会来。哎啊，你要啉一杯啊？今仔无爱啉啦。哎，今仔是阮小英满月呢，迄算满月酒啦，啉一杯好啦。我考你哦，你酒点啉淡薄，对你有较好啦。袂啦，啉酒哦袂拍歹身体啦，要不然你啦头的，你股票卖算啦，啊我烧酒改起来。啊，你啉无死啦！讲啥物话？来，按吧。啊，这啥意思？哦，别急啊。哎，你叫咱头的卖伊股票，你是要钱的命哦？刘定爱讲我上对啦。我即摆甲你看起吼，你比目前吼较有前途。嘿嘿，我快嘛！啊，啥？这个月是谁啊？啥？哦，对，好，啊这我的啦，这个月。来，这块。哎呦，袂减啦，免点啦。来，咱这以后做马会吼，最有交大汉。来，好，安尼歹势啦。来收起来先啦。对些。来，走，我来走。大家阿面你都还袂食？你煮啊这个物较袂食去，哈。
头要走，杨姐来了哈，随叫。啊，讲咧，原是股票了钱哦，牵带我面来。迄股票若继续算哦，以后了甲土土土。袂啦，但你也毋知，头样的人哦，头壳真好啦。你也看，像你的头哦，转一泡人哦，用遐钱哦去投资房地产，啊，即阵啊每个月收这储税钱哦，收甲油泄泄哦。哟，你敢知伊财产偌济？我唔知。我知影哦，国50人的鸭肉，倒无伊的伴咧。遐济哦。哟，你看，阿伯，你啦，你来你点啊？哎呦，你也搁来报啊？老师哦，保罗你真聪明，阿伯爱搁较用功的，知影无？幼儿园啊，还是真简单啊。大宝啊，袂用安尼哦，做人爱较谦虚的，袂用骄傲。你放心啦。对啊，阿母，老师讲吼，你足水的呢，我嘛感觉你愈来愈水，甲以前斗地针卡拢无共款呢。真正的哦。来台北，啥物拢好，毋过有时阵老师甲同学，我问阮兜咧创啥，我拢歹势讲，阿爸是咧卖菜。卖菜是正当的头路，谁那歹势讲？爱情拢是予人茫茫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，爱情拢是掠人。是冤错，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？等你一生，等到心。